再来是经济部长蒋明鑫，当时咧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阵，有防军装偷袭，当时警方有查出来，军装的车辆的造车人疑似就是黄国昌的前助理。蒋明鑫今仔日嘛来证实，讲确实受防军装偷袭是司机发现的，事后司机有去报警备案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讲，根本就是风声蹦影编故事，无必要来回应。 的确是有疑似这样的情况，那是我的司机发现的，司机也有跟警方报案。讲家己有也捌风头袭过，当时佫是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明鑫。今年6月11日要去食饭时，司机发现有一台汽车对伫咧后壁。事后蒋明鑫交予警政署调查，发现造车的人敢若就是黄国昌的前助理。捕风捉影，没有什么事实证据的基础。 在那边编故事，真的没什么回应的必要。北美媒体直接清理出黄国昌对2022年高达压料的内容。2022年，宜兰县长林祖苗的查囝甲区纪委陈市长等人。2023年，警方偷袭战机敢若开始有关。总统会秘书长潘平安、窦永泰、林佳龙、陈建仁甲郑文灿等等的行政官员。 2024年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、李炳干、张景心、王明昭、王义川等，那行政院长甲监察院长、副院长、三大秘书长等等，拢有可能是集团金装偷袭的目标。网红是菜鸟也压了。2019年，时代力量录音的外流事件后，黄国昌捌开一大笔钱委托电信业者调查。 更加透露，家己知影，黄国昌是找倒几个金主倒将这条钱吸销。黄国昌，你敢不敢认？你当初跟征信业者开会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是当初他律师事务所的位置。所以他现在是自己承认，他知道我没有花钱请征信社，但是在第一时间为了要抹黑我，说我花钱请征信社。坚持讲家己无开钱，杨哥并无回应讲背后敢有金主。 黄国昌最近牵涉到是偷袭记者红坡，争议是一层接一层，真相到底是啥？各需要检调，挽回秋田，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